各位街坊老友記，歡迎嚟到人民往事。如果問你喺90年代香港電影嘅黃金年代裏面，邊一個演員單單憑住一個眼神或者一個光頭惡人造型，就可以令全香港觀眾留下極之深刻嘅印象？大家腦海裏面浮現嘅，一定係嗰位憑住霸氣外表喺無數經典港產片同風月電影裏面叱咤風雲嘅炮哥徐錦江。喺無數老友記嘅記憶裏面，佢係《鹿鼎記》裏面兇神惡煞嘅鰲拜，亦係當年風月片裏面無人不知嘅硬漢男神。但你可能萬萬想不到，呢位喺銀幕上面看似粗獷，甚至俾人一種霸道印象嘅男演員，真實身份居然係一位根正苗紅嘅頂級國畫藝術大師同收藏家。佢後生嗰陣唔單止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仲係嶺南派一代國畫宗師關山月嘅入室弟子。佢嘅畫作喺藝術界備受推崇，作品隨時拍出過百萬高價。從銀幕上備受爭議嘅風月片主角，到現實中追求極致美學嘅藝術大師，徐錦江用佢嘅一生演繹咗個最震撼嘅真實反差。今日就讓我哋用最客觀、最體面嘅情感，一齊嚟拆解徐錦江呢段精彩絕倫嘅雙面傳奇人生。好多人睇徐錦江喺銀幕上嘅演出，以為佢係個粗人，但事實恰恰相反。佢出生於一個醫生世家，家族喺醫學同藝術界都有極深嘅淵源。徐錦江從小就展現出驚人嘅藝術天分，後來順利考入廣州美術學院主修國畫。更令人敬佩嘅係，佢得到咗嶺南畫派一代宗師，曾經為北京人民大會堂創作巨幅國畫《江山如此多嬌》嘅大師關山月嘅青睞，收為親傳弟子。喺名師嘅悉心栽培下，徐錦江打下咗極之深厚嘅美學基礎。到咗80年代初，懷住藝術夢想嘅徐錦江南下嚟到香港發展。起初佢舉辦過個人畫展，但喺嗰個經濟迅速騰飛、快節奏嘅商業社會裏面，純藝術創作並唔容易維持生計。機緣巧合之下，身高接近1.9米、外形魁梧嘅佢，考入咗無線電視演員訓練班，與劉德華、梁家輝成為同期同學，正式踏入演藝圈。進入90年代，香港電影迎嚟咗最輝煌嘅黃金歲月。徐錦江憑住獨特嘅外形同強烈嘅個人氣場，迅速喺影壇打開知名度。無論係《鹿鼎記》裏面霸氣側漏嘅鰲拜，《九品芝麻官》裏面令人噴飯嘅炮頭，定係喺多部風月電影裏面飾演嘅男主角，佢都將角色演得入木三分，成為咗港產片裏面獨一無二、不可或缺嘅黃金綠葉。講到徐錦江嘅演藝生涯，不得不提嗰啲轟動一時嘅經典電影。除咗大家耳熟能詳嘅《鹿鼎記》同《九品芝麻官》，佢喺《玉蒲團之偷情寶鑑》、《滿清十大酷刑》等風月作品裏面嘅演出，更加係令佢紅遍大江南北。後來佢更憑住喺爾冬陞執導嘅電影《色情男女》裏面飾演一位心酸嘅3級片演員，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演技備受專業肯定。但最令人敬佩嘅係，即使喺拍攝風月片嘅片場，徐錦江都保持住極高嘅職業道德同紳士風度。佢喺開拍前一定會洗手、漱口，一旦出現生理反應就會主動叫停，對同場嘅女演員展現出極大嘅尊重，因此喺圈中贏得咗極佳嘅口碑。連舒淇、翁虹等女星都大讚佢係最有紳士風度嘅男主角。然而，長期高強度嘅拍戲，加上角色形象嘅限制，令徐錦江喺事業高峰期承受咗巨大嘅精神壓力，甚至患上咗嚴重嘅抑鬱症與躁鬱症，一度對生活失去咗熱情。喺人生最黑暗嘅低谷裏面，佢選擇重新拿起畫筆，回歸藝術嘅世界。喺國畫同雕塑嘅創作過程裏面，佢漸漸揾翻內心嘅平靜與靈魂嘅寄託。佢用每一筆線條同每一幅作品，慢慢治癒咗自己嘅心靈，成功從抑鬱嘅陰霾裏面走咗出嚟。重拾畫筆嘅徐錦江喺藝術界大放異彩，佢嘅國畫同雕塑作品意境深遠。喺藝術拍賣市場上，作品曾經被開價過百萬甚至幾百萬。更有傳佢豪宅數千萬，喺北京打造屬於自己嘅藝術中心，將大半生拍戲賺嚟嘅積蓄全數投入到藝術事業裏面。昔日喺銀幕上令人聞風喪膽嘅惡人鰲拜，私底下搖身一變，成為咗備受尊崇嘅頂級藝術大師。而除咗藝術成就之外，佢嘅愛情故事更加堪稱傳奇。1994年，徐錦江喺雲南拍戲，喺路上偶遇當時擔任軍人嘅妻子殷竹萍，綽號馬蟻。佢一眼認定對方，竟然上去直接講：我叫徐錦江，係個演員，我想同你結婚。兩人見咗3次面，講咗3句話，認識短短時間就決定閃婚。當時個個都以為呢段感情只係一時衝動，點知婚後徐錦江寵妻寵到極致，將自己名下所有房產、畫作同財產全部過戶俾太太。兩人相守30幾年，依然恩愛如初。外表粗獷嘅爆哥，骨子裏其實係個浪漫到極致嘅痴情男子。回顧徐錦江呢幾十年嚟嘅傳奇人生，從90年代港產片裏面霸氣側漏嘅鰲拜、炮頭，
同埋風月片裏面最講道德嘅紳士男神，到走出抑鬱低谷，重拾畫筆嘅國畫大師，再到3句話定終身，寵妻30年嘅痴情丈夫，佢用自己嘅一生話俾所有人聽。一個人嘅美同靈魂，從來都唔應該被外表或者世俗嘅眼光所限制。喺銀幕上面，佢用專業精神、敬業樂業，為無數觀眾留低咗經典嘅童年回憶。喺人生舞台上，佢堅持追求藝術嘅真諦，活得真誠、溫柔又充滿風度。徐錦江唔單止係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一個重要標誌，更加係一個真正活出自我、值得大家肅然起敬嘅藝術大師。今日徐錦江嘅故事就分享到呢度。睇完整個故事，你最難忘嘅係佢喺《鹿鼎記》裏面飾演嘅鰲拜，定係佢3句話定終身嘅浪漫愛情呢？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對炮哥嘅回憶同睇法。喜歡我哋分享嘅香港舊時回憶，記得幫忙點個讚、訂閱人民往事並開啟小鈴鐺。我哋下期再見。